大家好，我叫鐘爺，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就係羅湖水圍村店9米羊肉火鍋店。呢度最出名係羊肉火鍋，仲要用炭爐煮添。你睇下熱辣辣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呢度營業時間由星期一至日上晝11點半至下晝3點，之後再由5點鐘去到凌晨1點半。可以搭地鐵由皇崗村站 B 出口，步行大概7分鐘呢就到噶啦。你睇佢份 menu 大大個羊肉煲就證明佢係幾出名。佢有小中大188、278同368嘅價錢，另外其他仲有火鍋配料可以俾你，除咗食羊之外，仲有打邊爐。除咗火鍋配料之外呢，其實仲有啲炭燒嘅嘢食嘅，包括肉啊、菜啊，其實仲有海鮮添。另外呢，其實佢仲有呢個小菜，跟住之後呢，如果你都唔夠嘅話呢，就可以食埋啲餃子啊、麵啊。其實火鍋配料呢度好齊全，但係不過呢，我覺得食羊呢一定要有腐乳，竟然呢度調味料位呢都有腐乳俾你畢嘅。今次呢，我哋叫咗188細嘅羊肉火鍋，你睇啲湯幾清，同埋呢，佢啲羊肉完全唔騷嘅。另外我哋叫咗1斤羊棒骨，35蚊一條，好有咬口。呢度啲豆苗都好翠綠色噶。大大隻椒鹽炭燒螺絲蝦19蚊一隻，炭燒烤生蠔醬卜卜微辣嘅，不過都辣，15蚊一隻啫。烤帶子好入味，大大隻，仲要13蚊一隻，你仲可以叫佢開邊添。最後我哋都叫埋炭燒羊肉串，6蚊一串，大大串，啲肉仲好多，好入味。我哋4個人食咗500幾蚊，真係好抵啊！臨走之前訂閱我 YouTube channel，我叫一見鍾情，拜拜。